再來看台南的將軍漁港呢，去年是因為丹那斯風颱霜凍甲真嚴重，即馬一冬的時間已經過去啊，也毋過港區邊這100公尺長的欄杆煞猶未修理好勢，而且今年8月都要來舉辦音樂節的活動，居民是煩惱講時到恐驚死會出代誌的。也那漁港所是回應講，目前已經有甲中央爭取到700萬的經費要來修理啊。去年丹那斯風颱重創將軍漁港，過一冬啊，部分設施到搭嘛是破，實際到現場，毋那厝頂的厝角有石頭落落來，叫生理人先插幫砸風雨，若無根本無法度做生理，若室內甚至大雨加漏雨，到時鬧人跋倒就袂收煞。即擺周邊基礎建設已經陸續發包修理，毋過港區邊啊受損欄杆煞無動工，承認臨時施工加早咧，互經過民眾看到心驚。還要照進度啊！你不是說哎這邊有比較危險就是這邊的需要性比較重，那他會先做，不可能啊！他也是一步一段，他現在可以做，你看他就是從4樓，因為4樓、3樓、2樓這樣做下來，第一點他的施工的那個面向應該是比較 OK。所以你們只能先忍耐就對了。對啊，不然要怎麼辦？我家買了老虎啊，家買老虎。6塊錢。啊，所以買這個的新貨，老的老虎。第一個來了，個不對啊。這條建築物其實已經20-30棟歷史，地方反映內面通全面徵收，像塗骹有的塑膠幫落落去，敢若用塑膠筍先做警示等問題。對此，漁港署回應，去年風颱對港區造成損害真大，包含漁會拍袂長的厝頂結構、直銷中心的建築外牆、玻璃等設施攏壞去，因已經甲中央討到經費，準備來修繕。我們也已經做發包，在施工當中。那這個部分預計在今年度的9月底以前可以完工，完工之後可以還給我們的這個漁民跟遊客一個比較安全跟舒適的一個碼頭環境。市府表示，去年風災受損的沿海設施，目前9成已經修理好勢。將軍漁港海區的景觀平台甲100公尺的欄杆，按算9月底完工。港區其他的設施，嘛會佇今年底全部修理完成。另外配合8月初1的音樂活動，應當咧加強場地整理甲安全檢查，確保參加民眾的安全。記者李尚武台南採訪報道。